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2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家先来关心，昨暗头啊5点47分，伫咧台东的宜南是发生规模6.1的极浅层地震，这深度敢若11公里尔尔，上大震度达到5弱。气象署有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伫全台湾嘛拢有感觉到地震。因那这台东体中是传出讲天崩放落来，壁壁船水管嘛裂开的灾情。另外包含着台铁，还有高雄的捷运嘛拢有暂时停驶。监视器的画面动动海，民众甲店员赶紧走出去外口，架下顶头的物件落规涂骹。地区冰心震央就伫咧台东县卑南乡，这个规模6.1的地震，深度敢若11.9公里，是真浅层的地震。这个地震它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在台湾东部做一个碰撞。那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在东部这边，其实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世界拢摇来海去，互台东市区真侪店头、架下顶头物件拢落落来，玻璃脆糊糊、有滴水的物件嘛压甲规涂骹，真侪当咧食暗顿的民众赶紧走出来。弟弟讲，真正摇了真大。错一个哦，他们抱着小孩丢得过。要走嘛袂赴，那个警报已经摇完了，警报才来。这个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卑南乡上大的震度来到5弱，我近震央的台东体中灾情更较惨重，校舍真侪建筑拢出现严重的损害，毋但结检管结构受损，学生餐厅天棚也规个崩落来，走廊的水管壁起变做水墙，壁倒也规个摇甲闭起，校园内底乱糟糟。我们现在都在外面避难，避难都不敢进去到那个建筑物里面这样子，对，因为怕有余震啊。地震也互台东加角的围墙必顺去，部分土石落落来，引起附近居民烦恼，敢有收容人走去。加角第一时间全面巡查，紧急声明表示所有的人员拢平安，并无收容人走去也是受伤，请家属甲社会大众安心。目前本站南下北上列车皆无法开行。交通运输也受到地震的冲击，台铁台东变电站跳电器，关山到金轮停驶，用公路咧接送，第二到暗时8点外才恢复通车。高雄捷运甲轻铁也停驶5分钟去巡逻。气象署提醒，未来3礼拜以来，要着注意可能有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影台铁罗南117处的自强号，因为这电车线断去，这列车怎啊卡伫咧中华民生地下道顶悬，南北向的火车拢受到影响。也在车顶的旅客嘛受困，要到2点钟。台铁是赶紧来疏散，互因沿铁基路行转去到月台。经过抢修，伫咧昨影11点外先恢复单线的双向通车，也今仔早起7点是已经恢复双线通车。还好吗？没办法啊。困多久了？有没有1个多小时？旅客真无奈，讲火车已经调点外钟的时间啊，落车了后沿铁基路直行。上后轨道比较多的时候，从左边走哦。这个事故发生在24暗8点41分，罗南177自强号因为接电经错断电线，卡伫中华民生地下道袂顶袂当，互成功到堆分双向拢袂通，乘客吊伫车顶要2点钟，才由台铁的人员引导行铁基路去到月台。有勾到，你那边有工具吗？活动扳手。就是它算是脱落啊，导致电线扯到了，对了。对，它就是目前还不确定原因，但就是有电车线，目前你看有垂落的状况，然后后面这个电车线的悬臂后面有几只歪掉或断掉。电线这里有歪啦，沿路都有歪，然后现在还好，他们断电，让民众赶快可以下车。台铁虽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启动公车接送，同时电力甲机务单位全力来抢修。伫暗时11点14分恢复西正线高屏双向通车，东正线伫25透早7点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台铁直接线伫咧2021年的时阵，因为线壁崩起，部分的路段全停驶，后来佫因为崩坑碍时间，连带直接站嘛停驶，影响到当地员工。即阵总算是准备要完工啊，按算明年1月初5，直接站就会恢复通车，因为车停站是按算6月底会恢复运作。直接火车头前无啥物人，真无简单单接送车带一寡游客来，但是直接火车头看无火车，或者游客是感觉真失望。也没有什么人啊，看不到什么人啊。来这边带期待，然后都是就是失望啊，回去之后
他大概也不会再想起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就会越来越式微。代替集集支线，2001年8月受到边坡出道来影响，造成集集到车埕之间是停驶，甲打已经4年的时间。2024年5月，佮因为崩坑乌坑的工程，集集站嘛停驶。目前火车敢若会当驶到南投民间的露水站，本地上精华的观光带，即马等于拢袂当用。不过即马代替嘛宣布，因为工程的进度，集集站会伫明年的1月7号恢复通车。后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整修好了，哦，那就是重新隧道扩孔以外，还有等于是说重建呢的状况，所以那个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当时还想说可能会一半或者怎样，但是真的不到1成的人。另外，集集站到车埕站的区间，因为边坡修复工程的难度较悬，按算伫明年6月会通车。当地店家讲，停驶的期间游客量是大减6成到7成，复驶了后，除了会当强化在地的特色，嘛会当甲游客和观光效益带转来。希望早一点用好，这样子大家景气会比较好嘛。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熬了很久。公所这边也特别向交通部观光署争取一笔相关的经费来。针对这次复驶来办理一些系列活动哈，那也请民众敬请期待，会有相关的彩绘列车。公所表示，除了和代替建议复驶交通配套，提升游客交通利便性，嘛希望会当加速集集到车埕段修复的速度，和当地交通和观光连做一线，才会当感觉这的发展阁兴起来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气温明显下降。预估阴暗到明仔早起，会是这波冷气团上悬时阵。今日过到了后，这温度会一路降低，伫咧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大约12、13度，南部华东地区是14度至16度，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地区嘛会较高落雨。尤其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可能会落大雨，伫咧中部甲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有机会会落雪。即嘛伫咧武岭也有真侪人伫遐等雪。咱继续来看讲，这台南有渔工伫咧网络分享讲，伊去订一顶汤的相片，不过因为后来佫有铺保育类乌面腊八的相片，就互网友咧怀疑讲，敢是煮这乌面腊八来咧食。经过农业局来调查讲，好佳仔毋是乌面腊八煮汤的，伊当事人嘛有出面来驳回，讲这乌面腊八的相片是伊的朋友伫咧越南翕的。就是这张相片伫网络，互人咧讨论，对图顶面看起来哪像是鸟仔，互人用落去煮，甚至嘛有几只互人炖做一鸡仔汤。上海是佫有规定乌面腊八的相片，下面留话最近这来真济，食入去巴都会真烧了，这嘛互真济网友看甲气噗噗。他们习惯就是有野生动物就抓来吃，他们不会去认为说它是保育类。那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是保育类，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很保护嘛。嘛，捌发天公水处伊讲去掠来食，这拢有可能啊，因为伊讲伫因迄边遐较少看到这个物件，来台湾看到就较新鲜。这阵农业局嘛有主动调查，初步认为相片内底并毋是乌面腊八，不过这嘛无像一般的精神啊。这件代志后续爱去调查，当事人嘛出面驳回，乌面腊八的相片是网络掠的。不是，他只是 po 了一张黑面琵鹭的那些照片而已，下面留言就都是他越南的朋友留言的，是这样吗？对。常飞行的那个鸟类的话，翅膀会比较长。那从那个碗的翅膀里面看的话，它的翅膀比较短，所以应该不是黑面琵鹭。但事实上，野生动物保育法立法之前，嘛有传出台湾人会掠乌面腊八来食。不过这30多年来，就已经真罕听到有人有这款行为。即摆说传出渔工会偷掠来食的代志。渔工猎杀野生动物的事情，其实不止常常听到，我自己本身也有亲眼看过。那些人力公司要很明确的。告诫他们不能在台湾做这样子的事情。乌面腊八已经陆续来台湾过冬，目前台南观测到2000多只。农业局强调，对保育类动物的非法行为，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减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罚金。若犯罪地点伫野生动物保护区内面，刑度会去加重7%。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初在记者会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人的平均 GDP 伫咧亚洲排第4名，这是23年来头一届赢过韩国。再来是《联合报》，
南北党团要做伙推动台湾未来口罩，由政府替囡仔欠5万块来买基金股票，等甲囡仔满18岁时阵，得当领做因大汉了后的头一条资金。落尾是自由时报，美国战争部警告中国历史性扩大军力，美国本土受到攻击的威胁也愈大，而且苹果讲中国可能搁拍算要来打造6架航空母舰，伫咧2035年会达到拢总9架的航空母舰。咱继续来关心，这检警是咧调查台北的随机攻击案，昨去到现场来重建犯案的过程，还有查到这嫌犯原底，还有伫咧耶诞节订旅馆，怀疑讲伊佫有其他行动计划。也这救人牺牲的伊家唱先生，伊的家属是决定要甲外界捐出来的200万善款，拢总捐去予桃园市府，希望会当来帮助弱势。随名检警出动到事发的所在，台北市随机攻击事件的案发第6天，专案小组一大重点任务就是要记录犯罪现场状况。来到现场的监视人员利用3D 镭射扫描仪测出空间环境甲物件的立体指标。当时候的人物没有办法，对，只有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空间，包括我们4楼还有这个广场跟道路的这个空间，我们会把它记录下来数位化。检警对食品南西店嫌犯租厝所在甲放火所在北捷 N 倍出口一路扫描建模，要经有所违法的方式重建刑案现场。就学者分析，甲犯案现场对平面转做立体，对查清这个犯案的动线也各有路径，甚至是进一步分析犯罪动机时更加有帮助。之前用照相或是现场测绘录影的话，其实它毕竟可能是片段，它透过一个模组的一个记录保存的话，一定是有差距的。同样未来在我们不管是防范上或教育训练上会比较有帮助啦。专案的疑点真多，专案小组发现嫌犯在死前捌同时订2间旅馆，除了案发去住一间，另外一间要伫个圣诞节去住，也毋过最后无订成功。伊的相关行为是毋是代表有2套攻击的计划，也是讲原本有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后续侦办的重点。同时，检警伫嫌犯厝内底也发现一台已经烧掉的电脑，也已经将这个假币的硬碟扣落来，正在想办法破解，积极追查真相。因为专案夺走3条无辜的性命，其中有这个救人的余家trưởng，伊的家属得到外界200万块现金的捐款，也不过伊家的人将这善款回捐给桃园市政府。他们觉得说他们经济状况还可以，所以他们再把这个捐款又回捐到我们市府，让我们市府对于更需要捐助的朋友来运用这笔捐款，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于先生的家属。伊家人回捐善款的这个温暖的做法，希望这笔钱会使提供给更加需要帮助的弱势来使用。因为伊家厂的工作有家伫下礼拜6来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发生这款的事件，各界拢真紧张。伫咧昨台北捷运线又个传出冲突的事件，是伫咧下班时间，有2个人因为尿位的问题来起骹动手，后来也互相来提告伤害。面对着所落来跨年的大型活动，双北拢唔敢激放放，加强演练甲戒备，而且嘛拍算要来增加维安的警力。因为后面很急嘛，我有让人家。他自己都不下车了。警方接到通报，到场查甫人是有够生气，就伫几分钟前，伊伫捷运的车厢内，含一个查某乘客在冤家，甚至搁当场相拍。他照我之后，我当然把他手机甩下来，甩在地上。冲突是发生伫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23暗时6点外，迄当阵当时下班时间，车厢的人真多。警方调查2个人是因为路车让位的问题开始相嚷，所落来互相扣来扣去，即马双方拢提告，互控伤害。男子因不满女子持手机拍摄，出手泼掉后，双方于车厢内互相拉扯，依刑法伤害罪将2人移请新北地检。捷运内面小连续发生纠纷，伫1119随机攻击事件了后的敏感时刻，互相关单位拢真注意，尤其要年底啊，各大活动拢在举办，任何冲突拢爱关注戒备，各项维安嘛真受关注。雄雄喊一声，就大声，民众惊甲紧逃走。警方到场甲制服。台北市政府戒备跨年，模拟室内发生突发事件时阵，爱安怎应对？日是先做预演，正式的关强度的演练会伫26进行。参加的对象毋若警消和台北捷运这单位，嘛纳入演练场域内面的业者和柜位，包含转运站跟百货公司的店家已经做一些协调跟沟通。我们在礼拜5正式演练的时候，他们会一并纳进去
我们的演练的科目，所有相关的活动，我们会提高更多的见警力，以及更加严密的安全网络。让活动都能够在安全底下顺利完成。同款是提升备战，新北市嘛规划伫跨年宴会会场提供更警率的防范，另外嘛部署警犬防暴小组、空袭机的维安警力。面对这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中央嘛先伫安全厅手册官网精心布列攻击、大规模抢攻的应对指引。先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那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编列成下一次更新版的时候来使用。内政部长刘世峰讲，卡斯明年的预算闹够，会印新版纸本的安全指引手册，到时会把相关内容嘛拢放入去。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台北的随机攻击案，嫌犯的工具拢是透过网络买到的。有立委就要求司法部要来检讨网络平台顶悬买卖危险物品的问题，而且也提案讲会当用骑马制的方式来加强管理。那司法部是表示讲，因会搁再来讨论要安怎做。那呢，他呢连续呢购买了13把长短刀，全部靠网购。台北济湾12、19随机攻击事件，嫌犯丢文犯案所有工具、刀啊、烟雾弹、信号弹，拢是对网络平台买来的。拜三立法院委员会质询司法部的时，朝野立委拢要求司法部要检讨现行的制度，网络顶危险品买卖的问题。其无形当中也怕后续会有模仿效应等等，所以有人提倡是说，是不是要通盘的来检讨，甚至说在网络上贩售这一些相关产品，也需要有实名制。对此，司法部表示，网络实名制虽然有阻挡的效果，不过嘛，牵涉到雇主的问题。目前全世界，敢若中国买刀啊爱骑名，司法部会伫1个月之内和各部会讨论因应的作为。如果我们在网络上实施实名制，像中国大陆他们的做法，那的确是可以有效的遏阻犯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隐私的问题。我们现在书发部打算是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特殊的这些品项就是有这个安全疑虑的品项，我们会跟各个部会合作。第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些品项我们会真的是会采取实名制的方式。另外，随机攻击的代志发生了后，即马网络顶嘛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伫咧社群散布惊吓。司法部指出，已经和社群平台沟通，针对危险社会安全的信息，若发现就马上摕落来，也依法上办处理。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昨平安暝，罗西亚说是佮出动超过600架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也包含一个敢若4岁囡仔。不过，伫咧乌克兰的街头，也是会当看到大家伫咧庆祝耶诞节，也有囡仔来表示讲，伊认为上好的礼物就是战争会当收煞。圣诞节要到啊，Russia 三出动635台无人机，发射38粒飞弹，对乌克兰自暗时到今两天日时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至少13名体感电棒损害，在这么寒的天气内面无电通行，而且一个造成乌克兰至少3个人死亡，其中包括有一个4岁囡仔。就伫被攻击的前一天，泽伦斯基也讲，和平协议的进展正稳固。Та летить, я в квартирі сиджу, чую летить. І близько вже підлітає. Я одразу поняла десь. І воно як дасть зарево таке. Я думала до нас у квартиру. Дочку взагалі волною винесло в коридор. Ну, коротше, перелякалася. Ну, що тут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Ну, це взагалі. 伫咧基辅的大路边，采满圣诞树，也有各种装饰品。虽然战争也搁伫咧拍。乌克兰民众也是想要互囡仔体验生活，感受快乐。Діти знають, що це таке. Да, вони все знають. Коли є світло, коли нема світла, включають інвектор. Все пристосувалися діти. Так що Мірочки, коли почалася війна, 3 роки було. Вже виросло. 俄战争自2022年2月开始拍到呾，Russia 几路遍拒绝休战的请求，讲这敢若会互乌克兰摕到军事优势。一那罗马天主教宗良14世希望全世界伫咧圣诞节即天休战。Veramente delle cose che causano molto tristezza in questi giorni è il fatto che apparentemente la Russia ha rifiutato la richiesta di una tregua di Natale. Io faccio ancora una volta questa richiesta tutte le persone di buona volontà rispettare almeno nella festa della nascita del Salvatore un giorno di pace. Magari
ci ascoltino, che ci sia 24 ore e un giorno di pace in tutto il mondo. 圣诞节就是要到啊！乌克兰的人权组织也替当地无家可归、生活拄着困境的囡仔办圣诞晚会。囡仔因也讲出上想要伫的圣诞礼物。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美国国会通过艾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是要求要完整来公开这阵牵涉到性犯罪资料。上尾期限已经过啊，到今原底有数十万页的文件，敢若公布3万多页尔，而且是有大量的资料去互抬掉，引起受害者甲民主党的不满。这个在司法部想要来暗藏事实，保护特定的人。美国司法部伫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规定的最后期限迄天公布8000多笔资料，互其他对案情有新的发现的人真失望。资料内容被大量来删减甲画甲乌乌。20暗时，司法部线上资料库10多张档案相片点点互摕来，特别是内底有总统川普在内相片。因来司法部想要暗藏真相，来保护特定人士批评。8岁过川普司令律师的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伊讲未来隐瞒甲川普有关的这个资料。You can see in that photo, there's photographs of women. And so we learned after releasing that photograph that there were concerns about those women and the fact that we had put that photo up. So we pulled that photo dow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esident Trump. 司法部公布的档案甲川普有关的内容，大部分出自新闻简报。1993年到1996年中间，川普至少8摆坐性犯罪者爱普斯坦的私人飞机，也个爱普斯坦加穿美国奥运体操队衣，也是性侵犯的纳色来往的配件、卡片，拢不讲到川普。司法部若毋是讲这个内容不实，若无就是出面来澄清，讲这是假罪。另外一方面，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摇滚歌手有名的人加做为自由派人士的档案，却是大量给公布出来，引来民主党阵营加军也为共和党人士批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咧西班牙有科学团队，即嘛是研发出人造子宫的技术，会当来观察胎儿是安怎成长的过程。另外，伫咧德国也有研究团队是研发人工子宫，或者早产的婴儿会当带伫这款模拟出来的人工子宫环境当中，继续平安成长。细细粒的胚胎系生命要弄入去人工子宫内面，为了要解密人类胚胎调层成功的秘密。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团队发展出人造子宫的技术，把胚胎入去子宫的过程规个翕起来，发现健康的胚胎会让弄过子宫的底层结构调层成长。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human embryo is very invasive, and it can,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it can dig a hole inside the matrix and pulse very strongly. Right? So, for example, we compare bad quality embryo with good quality embryos, and the bad quality cannot pull as strong as the good quality ones. So this mechanic profile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or an embryo. 科学家讲，子宫的纤维组织规拢是胶原卵白，是一种正常的卵白质，也是肌腱加软骨的组成部分。愈健康的胚胎，愈有材料探过子宫的底层结构。人工子宫除了会让研究胚胎调层。伫德国，有研究团队和早产儿住伫咧模拟子宫的人造环境内底，提高伊的生存率。We want to keep the fetal physiology, the fetal circulation. We want to keep it intact so that the baby comes into an environment that really mimics the maternal womb, so that it can develop for a couple more weeks. So we know that babies who are born at 28 weeks are stronger. 这种人工子宫其实就是一种防水的底下，内面装加热的人工羊水，影伫内面有一个人工胚胎，连伊的身体提供氧气甲营养。因为早产儿愈早出世，自外风险就愈大。若要将早产儿放入去人工子宫内面，就要伫婴儿拄出世的2-3分钟内，因为就要互婴儿先莫家己喘气，避免互婴儿气输入空气，互伊一直踮伫咧羊水内面。而即马这种人工子宫抑搁伫咧实验的阶段，以后若是当做临床的运用，就会当互真侪早产儿用，提高因生存的机会。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带？咱做回来看世界。
洪都拉斯伫11月30举行总统大选，开票到即马正式确定由美国总统川普支持的候选人阿苏胡拉来当选总统。选前，伊爸爸表示讲，无排除要恢复和咱台湾的外交关系。再来看罗西亚的国营太空机构宣布讲，按算伫咧2036年进前，要伫咧月球来起造核电厂，为中国甲罗西亚的国际月球科研站来提供电力。同款是罗西亚的消息，根据上新的民调显示，超过50%的罗西亚民众拢希望这俄乌战争会当伫咧明年2026年来结束，互因的生活会当恢复正常。镜头转来看国内，真正有一个囡仔开受到年母的虐待，不幸过往已经满2冬啊。有社工团体就出来表达诉求，指出咱这社会制度也是无够理想，认为替代性的照顾、安置资源、佮有专业的支持拢无够，要求政府来赶紧改善。因为卫福部是回应讲，未来收养出养是由地方政府来认定，安置费用甲监督拢是由政府机关来负责，嘛会来媒合资源协助有需要的人。国家侵权应到位，儿少权利不能退。社工团体来到卫福部外口表达诉求，嘛悼念2年前去互灵母虐待不幸过往的囡仔凯。社工团体指出，悲剧发生了后，定干来检讨社工，所无去看到规个制度的问题，因批评政府目前修订的通报机制、收出养的办法等等，实际上大量压缩第一线社工家庭陪伴的工课，影响到陪伴的品质。因要求政府爱系统性改革和有效相关权利立法。改定更多的 SOP 的流程，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一线的基层的社工伙伴非常忙碌、非常疲惫的一直在进行调查跟评估的工作，可是我们却没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量能做最重要的家庭的陪伴。社工团体指出，统计到2024年底，有4591个儿少受安置，也有384个囡仔单别出养，这拢是像凯安尼，可能原生家庭无能力请养，也是高风险家庭。不过政府的替代性照顾、安置资源和专业支持拢无够，致使真恶受到好的照顾和保障。社工团体要求政府要担起国家侵权的角色。对目前已经确认有一些出养必要性的儿童，常因为机构量能不足而有限的时间在一直等待，是他的依法应该要受到的照顾跟保障的权利，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跟资源配套措施未能到位的情况下，长时间处于悬置的状态。另外，社工团体嘛要求政府回实地，莫阁互第一线替政府解决问题的社工徛伫咧风影头承受批评甲恐吓，因认为国家应当提供安置系统有够价的经费和人力，系统性强化照顾者的训练甲老人才的机制，才通互有需要的家庭有更较好的支持。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因为发生真侪这款虐待囡仔案件，卫福部是按上要求托婴中心把这监视器的画面传去到政府的云端资料库，安尼若发生代志的时阵，就会当来调查清楚。不过，这是引起民间团体甲托育人员的反对，认为安尼有侵犯隐私的问题。新闻故事就会伫咧新闻顶观看到囡仔送去托婴中心受虐待报道，但是定定事后家长要看监视器画面，就会拄好无翕到，无就是生掉的证据。为着要预防托婴中心虐待囡仔，卫福部拍算伫自动托育服务法内底，要求托婴中心爱甲监视器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去保存。但是拜三有民团和托婴人员出来反对，认为这侵犯隐私也是所谓监控。我们可以理解家长他会担心他的孩子被不当对待的一个焦虑，但是现场托育人员他们的压迫感，时刻被监视器控管工作的状况，那一份不尊重的感受，我们觉得是应该被在乎跟被重视的。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若干年后他们长大了，被他们知道他们的所有的影像，那些是他不想上传的资讯，全部都在网络上面，他们愿意吗？针对民团和老师的意见，卫福部是回应讲，会要求把影像传去云端保存，是为着要保护大家。若是发生代志的时阵，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影像资料。平常时袂有人一直在监视，嘛唔是凊彩人会当看。需要一定的使用，要有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去调阅这样子影像的资料。既然是机构的影像存到政府指定的一个云端的设备里面去，政府当然有做隐私保护的责任。
卫福部强调，相关的规定也未定案，会和相关单位讨论出导监时期的关节。团分段的部分也听各方的意见。兵团是呼吁政府应该协助托育人员和家长建立信任，嘛强调囡仔应该在充满信任的环境大汉，无应该生活在充满镜头的环境当中。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台南市消防局的前局长李明峰，即马是逼出牵涉到贪污，因为这2冬来，这民间管的45台消防车，拢是共一间公司买，甚至连消防月历嘛，拢是这间厂商包去做的，这可能敢有道理的问题是爱过来厘清。因为台南市消防局是回应讲，因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廉政署的调查人员早起也未到9点，就来到台南市消防局，一群人行出行入，找人问归讨资料。台南地检署表示，侦办的内容是有关前消防局长李明光涉嫌贪渎案件，调查人员带回资料，拢是甲这2年民间关键的消防车有关系。至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调取相关资料，共计搜索8处，约询涉嫌人4人，证人6人。目前持续调查中。相关的案件呢，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程序。那是否呢尊重司法依法行政？那也希望呢调查的结果能够厘清事实，勿枉勿纵。检方讲的消防车都是这台，因为车形式会当伫台南的巷仔软来软去，方便救灾。这2年若有民间企业要关器材，前局长拢会大力推荐这款消防车。不过代志的空棒就是出伫这，若有人要关，消防局就会提供需要的器材甲厂商名单。2年内竟然有45台消防车。全部拢是甲同一间公司买的，甚至连消防局这几年的消防位置嘛，拢是这个厂商包去。有议员认为，那真正有人对过程中摕到好康的，就真正得到企业的好意。是我们都要格外小心，不可因为它是捐赠，我们就放宽我们的标准。我们一样应该要依法行政、依法采购、依法处理。请司法单位公正的调查，公正没有的话还他清白，有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要绳之以法。对不起，电话无人接听。记者打电话要求证，消防车业者的公司电话无人接，市电铃嘛无人进，因为代志牵涉到前局长是毋是有贪渎。台南市消防局用文字回应表示，尊重司法会全力配合调查。记者李成武、柯家族、柯兆勇台南采访报道。即马诈骗的步数800款，有诈骗集团也来设计手机假 App， 骗人讲会当来抽要上市的股票去投资，至少有54个人互骗去，受损的金额超过1亿。即马警方是已经抓到30个嫌犯，也搁咧追查，敢有其他的共犯。警方去4单的主嫌厝内敲锁，嫌犯红惊精神，佮想要摕手机做报备互警方主动。来，怎样？警察，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手机不要动。另外一阵警察来到担任水房的现场的嫌犯厝内，也甲相关的人员抓起来。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欺集团透过设计诈骗 App， 用投资抽要被上市的股票来拐唔知影的被害者。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的成员除了有帮派分子，也有地方的角头势力，甚至吸收未成年的车手，甲被害者提钱。经过半年追查，溯源8波，即查获控盘首脑、水房金主、水房干部、车手等共30人到案。警方查到受 App 诈骗的54位被害者，财损的金额有1亿1000多万。也那查的过程当中，4单的主嫌伫2020年就已经互通缉，伊互人抓到时阵，佮提朋友的身份证互警方，想要暗藏伊的身份。经通知家属选任辩护人，才发现刘姓友人在家中睡觉，一举戳破陈姓主嫌逃亡通缉6年之身份。警方即届抓30个人到案，并且查扣大条的现金甲虚拟货币，专案按照刑法诈欺、毒品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伪造文书、洗钱防治法、甲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公司新闻参报道。来看司法部有发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内底收超过2000条，拢是台湾的文化甲特色的资料，而且嘛有教育部来提供无共本土语言的资料，或者工程师，希望会当训练出更较贴近咱台湾社会甲话语的 AI 模型。这批网络打文车主的电动奥多麦乌白叉，互人打条啊、抓条啊，顶面写的小电驴是中国用语，虽伫咧网络引起讨论，也引起批评。侪少年囡仔因为受到社交软体、影音文化影响，会伫咧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用语 AI 长时行。
台湾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因为花旗的资料拢是用简体字较侪，为着要互 AI 模型的训练贴近台湾的语言和文化，司法部拜三也发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那其实以国际上来讲的话，目前能够取得的中文的这个资料里面，其实它很大程度我们担心它会偏向于就是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是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中文语料。这届司法部的 AI 训练资料库内面有超过200个政府机关投入，2000挂笔的资料，超过6亿个资源。教育部也提供客语、台语、原住民语的资料，予工程师使用，帮助训练出台湾社会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我们这一次有上架的资料有包含就是台湾台语的语料库的原生语料的整理版，那另外一个呢是台湾台语常用的字词典的资料。司法部表示，现阶段的资料先对中央政府来收集，后一步会邀请地方政府来加入在地讲法，未来也会找民间的学者共同讨论。望未来有一天 AI 会当真厉害甲用无同的本土语言口口来推动台湾主权的 AI 发展。记者李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咱台湾的原生种红梨子经过太空严格的环境了后，重新搁转来到咱地球，唔但会当稳定成长，而且会发搁较好。国家的太空总署嘛，把这个第2代子送去予台东县府。在太空旅行7个月，台湾的原生种红梨子4月份送转去台东土班部落种，土班国校的师生真用心照顾，记录因成长的情形。9月份顺利收成20公克。国家太空中心表示，即马正是红梨子，在经过太空真严格的环境，重新返来地球了后，要是会当稳定成长，甚至发了更较好。从太空回来的这个太空红梨呢，它的这个总多酚类的检测出来，其实它是较高的，它可以有较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重新的这个种植之后，它的确长得会比一般的红梨要快很多，而且比较高，所以生产量也可能比较多。支持国家太空中心甲第2代太空红梨子送予台东县政府推广，予大家来种。专家吴正中表示，红梨是台湾传统的食食，营养价值真悬，在国内捌真实行，期待太空红梨会当搁一届带动新的一波产业的发展。我觉得他必须一定要回到部落，那从部落在生根发芽的时候，也可以变相带动整个我们台东的这边的一个红梨产业的新的 IP。县府表示，经过太空旅行的红梨，除了要继续推广伊农业的经济价值，还要在台东县推广太空科技教育。记者综合报道。运动部昨来颁发体育运动精英奖，其中包含伫咧去年底摕到世界棒球12强赛冠军的台湾代表队是得到特别奖，也在总教练詹和区摕到最佳教练奖，台湾队长陈杰宪是摕最佳男运动员奖。替台湾的棒球写历史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摕到114年体育运动精英奖的特别奖。总教练张和区带领陈杰宪、朱玉贤、张毅、詹颂文、陈柏清接受行政院长杜英台的颁奖。张和区嘛，因为带领大家拍出好成绩，摕到最佳教练奖。其实是我们所有的教练团的一个荣耀，因为有大家一起努力，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成果。张和区希望所落来嘛当有真好的成绩，予全世界熟悉台湾。不过12强台湾队嘛入围最佳运动团队奖，若尾是先到世运会完成6连霸的台湾女子 Q 大所代表队摕到。我们不会去责怪队友拉得好不好，我们就只会想说，那就多帮他一点，拉不好就多帮他一点，我可以我就多帮一点。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精神。Q 大所队的选手是真欢喜，会当摕到这个奖。佮讲看到陈杰宪是真欢喜，对陈杰宪来讲，第一摆来精英奖是真特别的经验。所落来是摕到最佳查甫运动员奖，伊强调有队友才会当领到这个奖。其实也是靠队友啦。那棒球就是团体的运动，我觉得今天我一个人站上台上领金鹰奖，那也是代表着团队啦。台湾的羽球老大周天成是得到最佳运动精神奖，伊讲真意外。另外今年2摆拍破全国纪录的研究女将江静妍，摕到最佳新手运动员，让伊真激动。很可惜没有在去年就拿到，但是成果来说很棒。我就有一个座右铭，就是我不能决定输赢，但是态度可以。就是这是我一直以来，就是不管有没有入围、有没有得奖，这是我一直去做的事情。所以
觉得非常意外了。最高查某运动员是木姓具世锦赛金牌的黄晓雯，伊因为山地训练无法度出席，是阿姐代替伊来领奖。今年的终身成就奖颁予已经过身的排球教练蔡宗斌，因家蔡汉文讲这是万来的鼓励，感谢运动部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府开奖，伊来去做全国头一个出租驾驶环保碗池的中心，正式开始运作，打算要提供给夜市单位来使用。馆长市政为显牌，全国第一座环保餐具租借加清水中心正式营运，开1.45亿，其中活动基金就资金1.3亿。起这个中心是希望会当减少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饭店业的朋友、餐饮业的朋友可以介绍到这里清洗中心来为大家服务让我们清洗中心能够一天一条线是2万组。2条线就4万组。县府将会用 OT 方式委外给厂商经营。第一阶段主要是提供给东大门夜市环保餐具租借一个清水，因过控诉控3地档，一个0923供给大水了，花莲的观光人数减少，敢有法度顺利经营？议会有意见。真的有足够的餐饮业者愿意也有能力来配合吗？那如果餐具量不足需求不够？会不会在观光还没有回温之前就在空转，甚至最后变成蚊子馆，浪费公帑？环保局强调，在试营运期间有邀请餐饮业者来试水，大家拢认为袂歹。明年1月已经提供环保免洗餐具给东大门夜市租用加清水，不过收费标准也未公布。清洗的定价，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基本的诉求？还好啦，就是我们全力配合他们，因为毕竟我们是观光处县府管的嘛。县府讲，即马已经有厂商投标，离到审议过了就当正式营运。以后公布收费标准的时阵，也会有优惠介绍，希望在地餐饮业者拢会当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国际机场的外口有设置2只予人食薰的所在，不过也是有人违规哪行哪食薰。机场就表示讲，会个派人去加强巡视甲处理。高雄国际机场国际航线3楼大厅外口，各行无几步，头前都是食薰区。不过，这群人也未行到几分，就举起来点，带司机伫咧边仔食薰，完全无要插死周边有搭禁止食薰罚1万的故事。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这款情形已经甲相关单位反映真久，不过拢无快人来改善。为咗经过民众闻到薰味，也拢感觉实在真无爽快。应该要来巡我一下，对，避免会有一些孕妇经过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对，你们闻到烟味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我觉得是蛮需要的，对啊，因为连百货公司他们都有吸烟区，那何况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门面。无食薰的人感觉，明明都有设食薰区，为什么都是无守规矩？望爱加强巡逻处理。不离过，咱去问有食薰的民众，有人讲机场大厅内底拢无做故事，甲人讲倒规下当食薰。若是台湾人，可能也佫有在调找；外国人可能都有困难。第一届来当然是咁问题爱问一下啦。那个指示照还不是讲就多啦，所以讲会感觉看唔知方向里对。机场周边无论楼顶楼骹户外空间真侪大所在，拢有大禁止食薰的故事。不过民众就直接徛伫咧禁薰的牌仔头前食薰。对此，高雄国际机场表示，针对民众的反应，会派保全人员加强巡视看道，若是无要配合，就会按照薰害防治法来进行裁处。记者柯家族邱用高雄场报道。镜头我来看屏东，有民众去屏东邦山的一个水果摊，讲要来买礼物，后来感觉这介绍安怎算拢算唔对，认为这头家做生意无了实，所以决定无要买，塞车就要来离开。想袂到这头家煞是气甲摕礼物起来骗人的车，双方是报警察来处理。我刚刚说那我要2斤，他第一次上去。民众塞车对路边搭，准备要离开，煞雄雄听到一声，伊赶紧报警察。所以这个老板。对，我们开走之后，他拿点物找我们的车。是。那问老板，你们有认识吗？不认识，就是来买东西而已。你真正讲欠礼物哦。欠礼物我就袂爽伊安尼啊。对。伊做啥物啊？阮应该爱互伊安尼糟蹋的吗？无啦，伊做了啥物啦？伊买礼物就应该安尼甲我糟蹋吗？看到警察到现场，当事人真不满，卖礼物的头家摕礼物牵伊的车，而且车顶阁有囡仔。姓苏的头家嘛直接承认，表示因为和当事人买卖做了无欢喜，气袂过，伫人客要离开的时，就顺手杀一粒礼物弹。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不老实，那我就跟他说我要2斤就好了，然后
他又拿了几颗起来变370，那我不要买了，然后他就开始骂我。这称起来就370，我还算350好无？嘛无爱啦，讲啊你2斤320，啊我这370，甲你算350，安尼你也无爱，啊你转外头做你走，即摆找你到外口就用翕相机甲我翕。该挑衅。讲伊要网络要甲我破啦，要甲我迄落啦，你买物件，较有可能拄好个。代志发生伫23暗时，邦山乡的路边，店头莲雾1斤卖160，当事人讲要买2斤的莲雾，但是头家安怎称拢超过320，当事人落尾决定无爱买。苏头家感觉对方甲创治，情绪压起来，双方发生争执，当事人就报警，请警方到现场处理。起因为双方对水果总重量及价格问题起口角争执，车辆沾附果渣及果汁，后续确认车辆未有损坏。双方后续已自行和解。警方到现场和两边讨论，苏头家最后向当事人回失礼，嘛甲车切清去，当事人就离开啊。警方提醒民众，拄到消费纠纷爱理性，毕竟做生意上重要就是好气生财。记者柯明哲，民东报道。专风车文教基金会对2006年开始，就去到全台湾300外乡镇来巡回演出，希望透过表演来陪伴囡仔大汉。这项计划即马就要满20天啊！每年也按上来推出纪录片，也有特别的演出来记录这20天来行过的路。咱大人会当带小朋友做伙来看戏。里长用麦克向里面放送，讲有剧团要来表演，会当带囡仔去看戏。表演的剧团是左风车剧团，因对2006年开始伫台湾319个乡镇巡回演出，初心就是希望透过表演来陪伴囡仔大汉，马速地都市甲全开的艺术表演资源落差。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台湾的儿童能够在笑声中长大，能够在笑声中培养出正确的人生观、积极的人生观、爱的人生观，对不对？不放弃的人生观。对这个咱台湾的多元的母语吼，这个推广，这个工作吼，阮嘛甲咱纸风车的一寡经典的剧嘛，比如讲《武雄拍虎》，啊，比如讲阮去年改编的是一出叫做《顺风耳的新香炉》。啊！伫咧台北，伫咧嘉义，伫咧台南，伫咧屏东吼，演出了在地的观众看。这个艺术工程计划每年行20天，台湾行政区因为改制，即马嘛对319个乡镇变做368个乡镇。为着要记录这20天，剧团嘛打算要来推出纪录片，来记录这20年来因陪伴囡仔的过程。我记得有一次在一场拍摄的地方，通常小朋友结束，再见，小朋友不是哦，在纸风车表演现场，小朋友是会问你们什么时候还要再来？再见跟再来是不一样的感觉的。再见就是一场活动结束了，我们就再见了。可当一个小孩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这句话是一个期盼。另外，左风车剧团嘛表示，会伫每年办一场20周年的特别演出，用一出戏的时间回头看这20年来行过的路，也会继续表演落去，把这个儿童艺术工程变做所有台湾囡仔的共同记忆，搁再向前行20年。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好食的草莓虽然伫台湾是寒人的季节，毋过伫咧英国，说是6月、7月热人才食会到。也等这团圆饭若是想要食草莓，大部分拢是对北非进口来的。毋过即阵就英国的农民是透过温室甲 LED 补光等等的技术，扩大这寒人在地草莓的产量。对英格兰南部的所在克苏、肯特到中北部的林肯郡、约克郡，拢会当看到即款的气泡农场。有的是传统开放式的建筑，也有真侪农民搭温室来保护水果。但是，就亲像大多数的农作物共款，伊也是看天食饭。因为安尼，英国的气泡季节集中伫热人的6月甲7月，拄好是网球4大比赛之一——温布顿锦标赛的赛季。而且气泡会用讲是英国上受欢迎的水果之一。圣诞节就要到啊，农民拢咧上步，要互国产的气泡也当伫圣诞料理当中食做真享目的名称。We're producing here enough energy for the plants, so the leaf receive that energy from either sunshine. Lovely day today, so we're lucky today. But if that was not a sunny day today, the LED lighting would create enough energy for the leaves to absorb that energy, take it in, and deliver the energy to the berries, which comes also with sweetness and size. 16% of the fruit we consume is UK grown.
So the vast majority is imported. And when it comes to vegetables, we're looking more at about 50% or so. So there's a lot more that we can be doing to build up and should be doing. 各地农民的想法也无相同，用 LED 电火来取代部分日照功能的农场，蔬菜缺水的这间农场用的比例就真高，占地大约3.6公顷，强美是2个台北小巨蛋遐大，所需要的电力来源也真惊人。为着降低环境的冲击，温室处长导到一块真大地太阳能板。You'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heat and you'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light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ose summer growing conditions. So everything hinges on the energy source that you're going to be using. 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针对2025年的冬天，这个农场按算会当提供150万盒的气泡，让各地民众在圣诞节拢会当食甲舒舒叫。不过，就算加上其他各地农场用各种方法伫咧冬季出货的气泡。占整体市场比例油源算是少数，因为安尼来自埃及、摩洛哥的进口货油源是真重要。公司新闻，家人朋友。耶诞节一个团圆饭是要食啥物？就是爱来食火鸡。今麦伫咧英国的伦敦，也有业者来推出火鸡披萨，真受到欢迎。韩国的烘火鸡是西方耶诞节亲戚朋友团圆真正看到的好料。有伦敦的业者上步变一个创意，互你一家会当食到披萨甲火鸡两種滋味。Pizza dough with just a bit of tomato sauce, raw Brussels sprouts, just marinate with a bit of oil and salt, roast turkey ham, peas in blanket, and a side of cranberry sauce. Basically, I try to imagine dough like a plate and just put the Christmas dinner on top. 总鋪師講，這個耶誕披薩推出了後，意外得到真濟人的喜意。They was really enthusiastic to have a turkey dinner in top of the pizza, so we have a lot of great feedback. 另外一間披薩是行較奢華的路線，頂皮先用莫扎瑞拉起司做基底，含甲酥酥脆脆了後，頂面佫放黃金叉卵，最後佫用魚子醬加以裝它。We have an inspiration b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izza that we have in Capri, that is scrambled eggs. And caviar with the basil mozzarella. It's a simple dish, but it's really, really rich of flavor. 国际新闻张惠敏朋友。12月20日除了是平安暝，嘛是这小熊维尼的生日。伫咧1925年，是以耶诞节故事的形式，伫咧英国伦敦的报纸刊出来，到当拄啊满1世纪。这小熊维尼伫咧世界各国也是真受到欢迎。行路摇摇摆摆，身躯顶穿红色的衫，上介的物件是蜜。大家上界熟悉的角色之一，就是维尼乐普。这个角色对1925年第一届出现以来，到今已经有100档的时间。一开始，维尼是作者米恩伫伦敦暗报顶悬写的儿童故事，描写维尼因为爱食蜜，互胖甲肉，甚至卡伫土坑内底的故事。这篇故事是作者米恩为着迄当阵5岁后生所写的，所以后生克里斯多夫罗宾也真做是故事内底的角色，甲维尼做伙伫森林内底冒险。维尼的外形是来自作者米恩送互后生的熊翁仔，也那名是来自迄当阵伫伦敦动物园有一只也号做维尼的细只乌熊。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that it still resonates with children is the sense of snugness. It's an enclosed space of friendship. And one of the chief anxieties that children are trying to negotiate these days is the world has gotten so big and so immediate and so accessible to them. 1960年代，迪士尼摕到维尼乐普的版权，而且重新甲做成放假，伫咧新世代当中搁再兴起来。维尼乐普的故事重点毋是道德，是强调朋友之间互相扶持、互相陪伴的情感。I think what the text does there, it doesn't kind of negate these as difficulties, but what it does is to s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at you're like, you're valued, you're loved, your friends are there for you. 维尼乐普出现以来，也真侪个商品化，毋但是真大的商机，也真做是全世界上界有名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会当真简单地感受到这只黄色熊仔囝的魅力。I think it will become perhaps less relevant over time, but I think it will still retain a core of devoted fans, which as long as I'm alive, I will be one of. 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天气玻璃在，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气象。北部地区13度至18度，中部地区13度至21度。
南部地区17度至26度，东部地区14度至24度，还有外岛地区12度至2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元旦节快乐，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